喂妈，喂，你要回来啊？遐？哦，鱼子要安怎煮啊？你若回来，我煮互你食啊。应该无用啦。还未下班哦？无啦，我要请吴先生来厝里食饭啦。啊，恁遮紧就开始约会哦？毋是啦，是要讲工课的代志尔啦。哦，那安尼伊嘛无要回来食哦。我后礼拜就等伊看你啊。啊，迄个吴先生是几岁啊？妈，你先莫讲这啊，伊是创啥的？你先甲我。啊，拢袂问的哦。伊加我5岁，哦，是我的主管。安尼袂歹啊！你煮头遐济，就是要爱找一个比你搁较高。我顶届吼，甲恁阿姨去济公师傅遐，人师傅都有讲，今年哦，你会有正的，想鸡甲狗的上好。啊，想好的就甲你袂合，像你进前狗的迄只好，都较袂娘你啊。像伊迄款的哦，我都袂放心啦。妈，哦，师傅嘛有讲，你可能会拄着离婚的哦。哎，我毋是讲人离婚无好啦，我家己嘛是离婚的，只是讲吼，若是会当紧，当然嘛是紧无离。你莫济好无？我是卡来要问你乌鱼子是要安怎煮？连这简单的嘛袂晓，你是安怎交男朋友啦？你着拍开，甲皮掠掉，米酒浸浸的，切一寡蒜仔甲蒜头，小煎一下，莫煎伤久哦，若无会足甜的，知无？哦，安尼我知啊，谢谢妈，我马上卡互你吼，拜拜。妹妹啊，你是毋通搁甲我交一个有某的哦，知无？妈，你是要讲？妹啊，其实吼，你家己介意上重要啦。大家拢安尼。我先来去困啊。喂，妈妈，你还袂困哦？